脚去。慢点。行，你们的包。哦，谢谢啊。你谁啊？我好像见过你。你是那谁？他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还是我送云总回家吧。你哪位啊？我是红顶安保部部长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没事，没喝酒。志彤，志彤。没事吧？阿天，你不要哭嘛。别闹。你跟我继续回去喝酒。没事吧？我喝酒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需要技术上的。能不能行啊？回家吧。你别闹。车坏了吧？看来还叫我送你回去。走了，小王。好，好，好。走，喝酒去。慢点。喝酒。